乡亲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新历的6月12，旧历的闰4月2日，礼拜5。位于菲律宾利宋岛附近的热带性低气压继续咧发展，真有可能伫阴暗到明仔载早起这段时间发展做今年的第2号的风台。看伊目前咧行的路草，未冲来台湾，会为广东甲香港迄个方向去。但是受到外围环流的影响，台东甲恒春半岛会来落雨。若是这个水汽搁冲去伫北平，安尼南部甲花莲嘛会落雨。天气这看起来天气真稳定，因为真紧风台就要来乱啊。目前伫菲律宾利宋岛热带性的低气压进入南海了后，这个环境有利于形成，所以讲上紧伫下晡就形成今年第2号风台英哥。虽然路线是向香港广东过，不过外围的环流对台湾嘛是有影响。那大致上是以台东地区跟恒春半岛为主。那当然，如果整个水汽有上来多一点点的话，南部地区以及花莲的南半部可能也会有一些降雨的状况。受到外围云系影响，台东恒春半岛已经伫落雨啊。因为对流包的关系，会向落大阵雨，落雨情形会一直到礼拜。其他地区影响无大，同款是预期午后雷阵雨的天气。南部地区拜5、拜6，因为外围环流过山沉降的影响，部分的所在温度会到37度。高屏地区在今明2天可能会有局部36、37度以上的高温，要提醒高屏地区的朋友特别留意。虽然英哥变成风台了，离台湾有较远，不过东半部恒春半岛、西南边的沿海平湖，拢有机会出现长影。假日若去海边佚佗，爱特别小心。